屏東九如是雷蒙主要的產區，不過受到前2年風颱影響，這陣產量是也未恢復。地師講，這價格是起2倍、3倍以上，這嘛造成有未少用到雷蒙關節的飲料店成本也高，所以有的店頭是關起無要用。雷蒙原接倒去米杯仔，切幾塊芭樂和蘋果，最後落茶天雨甜，熱人上適合來一杯仔水果茶。不過因為雷蒙對前年開始產量明顯減少，價數就一直起。進前一台斤差不多伫20-30塊，最近一台斤超過70塊，翻買3倍。賣飲料的店頭講，雷蒙原接就起2成左右啊。這次的漲幅大概是多少？可能有20%，很多啊，像什麼蜂蜜檸檬啊、金桔檸檬啊，然後那個檸檬綠啊。像剛剛的水果茶都會加，很多東西都會加到。哎，所以最主要是飲料特調1半以上都要加到檸檬。收成好像不是那麼好啊，所以價格的部分都有調漲。那從去年到今年應該有漲了快將近50%。業者無奈嘛是出去緊加的，唔敢起價。雷蒙這2年啊產量會減這麼多，主要就是受到風颱影響，果子樹根受損嚴重，收穫的時間長，佔台灣7成產量的屏東九如鄉，今年二股收成至少減1半以上，而且雷蒙攏發袂大粒。3月時記者實際到雷蒙園，就發現真儕落果。春天開花到夏天要收的果實，大概一串都會有5個，一串出來5個，現在只剩下1個。這個也不是短的2-3年就有辦法恢復這些樹勢啊，每一年都要趕快增加它的一個培養哦啊，施有機肥或者是一些補充，讓它根系趕快長好，才有辦法恢復正常供貨。九如農會預估，雷蒙要恢復飲果產量，至少需要3年的時間，加上熱人教啊，賣糧的需求攏會增加。過一陣啊，價數可能會閣起，呼籲農民會當少量坐長壓肥，甲歹的樹枝緊修剪掉，互營養集中加速復原。記者柯炳哲，屏東報道。